着我，为着两人的将来。替阮开，请人来安排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时情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刺激！小天官已经出现在小西天路。灵武阁，你杀害天外天金良空，应该有相当的准备啊！那你杀害离魂脱魄，又作何解释呢？真简单，小西天乃中牛之调，天外天这是限量之血。什么？你将小西天讲成是牛条，天外天是龙血？人呀，牛与龙，是不是相差太远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今天三人要看龙，有什么通天之灵？三公何在？来喽！道主有何切见？替我书号一名不敌天高地厚的小天官，遵命。衙门，怎样？你失当了？因有适当之理呢。自古两国战斗，乃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天外三党在，不可让本天官颜面失色啊！遵命。东来不宜战斗，比起功夫就到东外吧。灵贤未到，诸葛未脱，敢敢在小西天炫耀？刘明来，刘明来！日公东主，月公东主，星公东主。日月星天外三党，这是江夏不是无名之将。公棍、公将、公器。小西天三公，人呀！三公难渡西蒙。我靠！呸！三党对三公，战斗开始。灵武阁小天官在奉命军令。天外三党，游戏应该结束了。遵命啊！令我抗击三公之杀，烧怒万分。看啊！兵对兵，将对将。你战队的人应该是我小天官。怎样？难道我讲错了吗？灵武阁要行要正，相信你内心有数，再给你3天时间处理。
3天后，修天官再行拜访，天外山洞再为天外天马之命。修天官永回地中物啊！哦，教主你内伤不轻哦，教主流血不止啊哈！哦，环山虎，你为我牺牲，忠心至极。我修天官样样一善人，除非也修吉无。任一善人，将今再为我牺牲咯。修天官等你。连带杀气，杀人行路以勇，乃下劫杀手了。夸口，呼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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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混来哟，混来哟！销魂扬进，雕虫小技。可贵，夫妇丁修啊！为你数遍我梦，修天官要杀你，可算是太容易啊！刘神啊！何必如此奚落呢？这就是对主尽忠。那我成全你，好你专心。可怕的修天官，将尸体带回见教主。三人真是民主扫地，为何天下有正宫的人物？修天官，修天官，这点未死，我定我要加一名敌人。这要如何是好啊？教主，看来你也无可能胜过这个修天官，不如咱暂时就加入天外天的组织，以后再设法刷体吧。什么？是自己志气，占他人为风，老李只有启动修邪天的士气啊！该死的东西！队友何故弄杀自己的手下呢？一言难尽啊！天外天修天官，过去捌听过呢，就是过去捌听过，才使人头痛。因为队友看你的五行，好像失去原力。对我这点的动物在。好啦，混沌妖魁，你找不方便，也是让我来讲吧。对杀这点的手下，再将我神境遇上2名怪人，迄2个怪人的功夫，与阮2人相同，在闪电对闪电、霹雳对霹雳之下，双方拢无占到便宜。最近真不顺。如果我2名大哥在此地，我怕是小天官了。话虽然如此，可是2名只有被禁在降魔塔内中。天地人3尊武功高强，要解救队友也非容易之事。
撇眼魔镜，混沌妖魁，恁两人当初是如何脱出降魔塔呢？讲起来一言难尽哦。当初二位队友是如何脱出降魔塔呢？讲起来一言难尽。为混沌妖魁得到自由，完全是亚灵丸月功夫的牺牲所换来。当初在东昏峰之上，东昏峰之上，亚灵丸月功夫力战天地人三尊。降魔虽然无法厉害，但是三尊以一正一万侠，力敌降魔。修仙七千丈，变化不息。移山移挥动，山东北游。武功也显出了万多的功猛。降魔将出白水路。最后，降魔决定牺牲，要重化步行昆魔帮。降魔牺牲魂魄，重化昆魔王，恶魔都出人命咯！哇！我自由啦！我自由啦！我功夫也令阮牺牲，换恁两人自由，就是。不一定有一天，我也以我的性命换出人命队友的安全。何故讲出这种消极的话呢？萧天官对我打击太大。萧西天不但是你所创造，以后也是半魔的根基地。报，何事呢？暗功夫究竟？暗光佛要胆量回到小西天，让他进入，我一将将他结成脆皮。遵命。暗光佛起来！哎呀！定我噶，我若变成原形，是甲这个暗中神龙同款。若无通天锤，迄是无办法将我身躯拍破。来人啊！冠言，怎么样？啊！定我个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咯。迄日头赤赢赢，虽然顾性命，何必为朋友牺牲呢？哈！何况这个祭典嘛是我的仇人，我已经想通了。我愿意带教主你来去摕这支通天锤。又是对神癌吗？无影啦，对神癌是我家己骗的啦。迄对神癌吼，我咧骗你。那在什么所在？通天锤在这个北山尖山峰通天半城的手中。通天半城？捌听过。要你若捌听过，就明我这个暗光虎带你去呢。你无骗我。这边吼，我绝对唔敢骗你，你相信我。二位队友，暂时替我看过小西天，我来去找寻通天锤，带路。对我来。来牛的喜定我噶，迄面头前，迄个仙风道骨的人，
就是通天半性扑击。通天腿在伊手内，是咯是咯。哼，真好。哎呀，电王啊，你心通乱来呢？迄通天半性毋是简单的人物呢。若讲到伊过去，迄是令人无个双年啊！天地人三尊，皆是当起伊，伊一个人可以让天地人三尊，你敢知？哦。但是伊这个人有一个怪癖，如果若是欣赏的人，莫讲是一支通天锤，佮10支通天锤，伊嘛会当互你。那你看我怎样咯？我就唔知咯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今天我带你来到这个所在举通天锤，一个通天锤若得到手，一定要帮我活命。好，就算你是将功赎罪，我答应你。安尼好，来去咯。冲冲冲冲，冲冲冲冲冲。文家数名官，北山别魂归，雄梦雪定固，心水。红安会呀，三年通天半星破给是你，照上衣裳，参见通天半星破给，哈！哎呀，要命嘞！你说这个人是谁呢？半星啊，这个都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小西天的教主，叫电鹅鸭。电鹅鸭，哈，无名小尊。啥物？哎呀，电鹅鸭，你是唔通冲动呢？迄功夫是偌厉害呢？伊真好大胆，敢藐视我！藐视你都藐视你，咋样？你不好心，你剩什么东西？免爱那哈，一山自有一山高，强中必有强中手。爱看功夫心，开口成功，你敢有法度抵挡呢？啊！我无甲你讲过，迄功夫是偌厉害呢？开口成功尔，哈哈哈！迄山壁规个拢崩落来。好惊人啊！虽然我通天半星的功夫已经练到无极上升，可是我真怨叹，我的名声不如一个空地人。这点若无死，我一生的心愿没了啊！怨叹，怨叹哦！通天半星，那安尼讲起来，这点算起来也是你的仇人。当然咯，伊若无死，我心伤不安。但是现在唔知走去倒位，莫是我拄着鞭巴，若我拄着开口成功，一定会360万骨才走出。通天半星，你无需要激动，这个祭典现在在小西天。哦，有叔叔，我无骗你，祭典只存一条魂魄，在红阿底准备收复族体，要杀他。这是最好的机会！啊哈，妙哉妙哉！可是要杀祭典，必须扮成你的通天锤。通天锤作何作用啊？通天锤可以拍破这个红啊，祭典就亡咯。但是你的功夫我信用未够，我的通天锤乃是天下之物，哪会使随便互一个无功夫的人啊？扮成你相信我。我的功夫应该可以使你信任。哦，你这种自信，那就好。面后前遐一粒金光酒，你若法度将这粒金光酒击碎，那我通天锤就能够救你。简单之术。好。果然有相当的耐力，金光酒已经碎了。
那呢我信用你的狗，来人呐！哦，你就，赶紧到面东，输出通天会，但是唔通去吸屁干的灾祸，哦在。通天会在书内，希望你替我修治这个技能，100%成功啊！通天会哦，莫讲了便嘛，讲到那爆炸，伊就害了了。嘿，扑起来！答应。一拄只你的开口成功，那很厉害。哎哟，我哪唔知影你有这步功夫。其实吼，迄拢骗人的啦。你敢知影我开偌济钱？哈，我下2个人伫山顶呢，迄台火药等待我若大声，迄2个人吼，火药就甲点互爆炸，安尼就是海口成功。这拢有经过百年呢。嘿，扑起来！你的头壳实在袂歹呢。一另外拄只，你为怎样叫这个电鹅甲一拍碎迄粒金光蕉？哈，你是人讲瘾头，迄电鹅仔啊，伊员工换把种呢。拄只伊运功拍破迄粒金光蕉啊，伊的原力已经失去3分啦。迄支金光锤若爆炸吼，迄就万针唔则攻伊的身躯，攻的里面，你是来真瘾头呢？哈，有影呢，原力甲失去，迄针拄咧就入去咯。对啊，对后壁来去看人变行受惊。小西天外面杀声震天，小五神众人到闪电口起来干，攻上小西天路，在小西天后方，电我甲手持通天锤，要拍破油水洋路，报应！电我甲将近报应路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之功。